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讲有人伫个台北龙山寺的边啊摆摊，咧甲民众买告珠，就是咧甲人买身份证甲健保卡的影印本，1份1000块。警方讲，确实是有接到报案，问这个单位的负责人，伊讲是为着要做公益，现场嘛无发现到金钱买卖行为。警方特别来提醒，咱个人的身份证甲健保卡，这是真重要的个人的资料，千万唔通卖予人。礼拜台北龙山寺边的广州街口，一群人围伫咧三角窗的店头前，有民众好奇倒落来去看，有一个女性敢若是摕身份证、健保卡影印本，手里阁摕1000，另外一个穿乌衫的人咧摕翕相。民众发现有6、7个人，敢若是咧招人卖告珠，铺上网提醒大家，嘛报警察来处理。那警方到场。这个是在做什么？为什么？包公益的，包公益。那做啥物公益就无加讲，因为现场无查到卖告珠的行为，警方就先甲遮顶伫咧路里摆摊的人赶走。今仔日早起现场是空啰嗦，已经无看到昨昏摆摊的场面。那附近的民众听到拢惊一条，因为毋捌发生摕双证件就会当换钱的代志。不知道有这个事情。对啊，迄款你敢会去？只要你叫我提身份证，我都会去啊。对啊，那各自拿给人家，万一是哦，去告吹啊，游民啊，什么的。1000万咱就考虑者，1000块，哎呦，1000万我嘛唔敢。现场未发现以金钱买卖个资情事，本所员警驱离占用道路群众，并将持续追查收集个资之目的。因为无查到利用告珠做违法的行为，警方今日会当继续追查，嘛呼吁民众唔通凊彩提供告珠，避免去做人的人头，嘛互人当作瘾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